摆讲的雕青模式，也早是写出来，就是代表伊的世界时间作对的一种动物啦，作对的一种生物，这应该算是生物，不是动物啦。其实算是动物啦，呼应作对的。我人咧讲一个故事来讲，一个汉入地狱，你啊讲听一个妇女啊咧喊，咧喊怎样喊讲伊无叫死，喊讲当将死你打死我是两个人过，咧喊咧汉入地狱，咧喊。
迄老